夫子。哦，子歇呀。弟子在此恭候夫子多时，何必在这儿等？朝会若有结果，我自会同你说的。弟子一早听说，因为为美人受刑，魏楚联盟之事可能破裂了。唉，大王正在气头上，根本不听劝说。合纵之事有了裂隙，解救月公主之事，也只好先搁置些时日了。姑姑，皇公子来的正好，已经有月儿的下落了，说是关在宫外的月华台。我现在就去求淑公主想办法救她。月华台。姑姑远生，敢问来找谁？有何事？我是魁姑云梦台的，有要紧的事要求见淑公主。姑姑真不巧，我们淑公主正在午睡。那我等等。这里是高堂台，不是云梦台，你还是走吧。可我真的有非常要紧的事。此刻让你走还是客气的，惊动了威后，只怕你我担待不起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们了，小啰嗦，快走吧！我求求你们了，走！好大的胆子，你们敢做我的主了？公主恕罪。魁姑姑，月儿到底怎样了？有人在月华台见着她了，说是病得很厉害。虽然现在无人给她定罪，但也没人给她释罪，所以根本不给她拍太医，只是由着她去死。公元前311年，秦王嬴驷去世，谥号为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在位时，积蓄了商鞅之法，任用各国人才，占领汉中，收并巴蜀，北扫一衢，使得秦国领土面积骤然扩大数倍。秦惠文王是秦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君王。秦惠文王死后，由太子嬴荡继位，史称秦武王。过去真是小觑惠后，没想到他狠起来，赶尽杀绝，一点不念旧情，还真是让人甘拜下风啊！哼，谁让他们挡了我夫君的道呢？哼，姑母，不知您是否听说，新王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诏？遗诏？什么遗诏？说是与王位有关。前几日刚听说那遗诏的流言，姨儿都为姑母捏一把汗呢。这些年，惠后为了我夫君的储君之位，已经走火入魔，好不容易让我夫君坐上了宣誓大殿，如今又冒出了个遗诏之说，若不查出个结果，
先王10几个公子的脑袋都飞如雷卵，幸好后来又传说那遗诏在芈月手中，也就是说这件事只和公子季有关。怡儿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那芈月的命实在是太好了，他那弟弟赶回来救他了。母后息怒，既不能分封嬴迹，又不能将他们母子留在咸阳，真让我为难。芈月的命攥在母后手里，母后还不是让她如何便如何了。说起来容易，虽然芈月的命攥在我手心里，但我却真不能把她如何。母后，昨日接到我父王来信，得知先秦王过世，他便让孩儿转告母后，不要过于哀伤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谢你房殿。我会说错人的话了。姐姐，公主，这些敌众早有埋伏，我看他们就是冲着你们来的。马车目标太大了，他们必须骑马才突围。这可如何跑得掉？我也不会骑马。我在前面打头阵，你们在后面跟着我。不行，公主千金之躯，万一有个闪失。前面不远就是商县，如果有人能够引开敌众的主力，咱们就能再多撑一会儿。剩下的守将一定能赶到。姐姐，把披风给我。对，月公主说的对，这披风是万万多不得了。给我，我小玉，那样太危险了。眼下我们都困在这儿，可他们并不认识你，能识别的也就是这件披风了。我去把他们引开。一人为己，总比大家涉险要强。别点奴婢，好歹是一个人的性命，就由奴婢去吧。刀剑无情，小冉眼下是我唯一担心的人。我把小冉托付姑姑，千万要好生照顾她。给我公主，如果你有事，所有人都活不成了。多姐看，月公主主意不妨一试啊！望与英不相会。你是谁？你不管我是谁，只当没有见过我。我来看看啊。新来的程答应给炭火了吗？他不给，这贪毒厌的家伙，就只要一些柴米和炭火，他却推三阻四，勒索无度。一点吃一点炭火，能值几何？最可气的是，他居然坐地起价。这平时晴天太阳的时候还好，可这冰天雪地的，他囤积居奇，明明知道我们没有钱了，还把吃食、炭火都开出了天价。慧儿。这批礼金已经抄好了，趁天还未黑，你一会儿出去换钱，买炭火吧。公子的手都已经有冻疮了，可咱们再也没有更值钱的东西了。就连魁姑给公子做的那件貂皮衣裳都已经送去当铺，可恨奴婢无能，竟让公子受苦，让夫人如此辛劳。虽一生惊骇流离，险象环生，却是第一次尝到没有钱的滋味。过去总以为，只要离开宫中，那便是天高云过，自在逍遥。就想，宫中的明争暗斗，那是不缺一时的；宫外自在逍遥，却要以饥寒交迫为代价。
怪不得那些人挤破头丢了脑袋，也要跻身王侯之堂。光这个马字，七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但假若有一日，大秦需要芈月扶持，万万不可以再推辞。大王，女儿羞愧，女儿有负你的期望重托了。静儿，丫头，好想陪你一次。女儿愿意等，等到好避孕后。